星体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让我们一同起立，然后来敬拜我们的神。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我们从头可以击掌来唱歌。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是的，我们虽然人数没有很多，但我们依然要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因为他是我们那位给我们盼望的神。让我们从头，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有耶稣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更大声的说，有主在我里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是的，我们很高兴能够一大早就看到大家预备好心情，
然后在神的殿里一同准备来赞美、来敬拜他。我愿将我们一切都献给他，我们将我们的歌声也献给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在疫情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神啊，因为你是那位医治的神，你对这世上有你的时间，我们是不能够去看透的，但主，我们愿意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唯有靠着你，我们才能够度过这次的难关。所以主，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愿意完完全全的将我们全人全心都摆上来这里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一同在这个殿中来敬拜。我们将感谢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下一首诗歌《我愿降服》。我能去哪？除了你施恩座前，我降服于你施加的恩典，等的爱，那你使我太荣美，何等荣美！我愿降服，高举你名，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荣耀君王，你的鞭伤能医治，神的儿子彰显恩典真实，何等的爱带我进入你恩赐，真美好，你真美好。我愿降服，高举你名，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我愿降服，我愿降服，高举你名，高举你名，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此时此地，愿你升起，你的荣耀就在这里，从天堂到地极，主你赎回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再一次，此时此地，此时此地，愿你升起，你的荣耀就在这里，从天堂到地极，神你赎回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我愿降服，
我愿降服，高举你名，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我愿降服，高举你名，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大家请坐。让我们一同来领受神要给我们看的话语，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5章17到26节。我来念，大家注意来听。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屋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与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是僭妄的话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当议论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那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叶金安长老为我们证道，题目是因你得福。跟黄弟兄来为我们分享。OK， 然后这个简报笔。弟兄姐妹早安，我叫黄德恩，各位很多大概都认识我，因为我的爸爸叫黄义宏，他一直在台语的聚会，还有我妈妈黄郭叶儿，好几年都在这里。现在他们身体老迈，没办法来教会。那我感谢过去几年来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爸爸妈妈用爱心的关照，我在这里非常感谢。那我个人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个人从美国去留学，待在那里，那现在退休，今年回来。那我要分享的今天的见证是，我因为这趟去美国我找到了真正的神。我原来出国之前虽然是生长在像我爸爸妈妈很敬虔的基督教的家庭，但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并不把这个信仰当作一回事。虽然我妈妈从小的时候曾经带我去那个教会参加儿童主日学，后来因为我学业有一阶段就不是很顺利，自己很挫折，就离开教会。一直到出国的时候，我都还不是基督徒。那我现在要分享的这段经历，我在美国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的
一个见证哈。那在那个荧幕上哈，有一个经文哈，是出自于传道书，他讲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重点是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记得所临到众人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我要见证谁在掌握当时的机会。我们知道那个爱迪生，他曾经他是美国很有名的发明家，他发明很多很实用的东西，然后他很有成就。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天分只靠1%，99%是我们的努力。那我们追求人生的一些方向，如果不努力，你成功的机会是0。但是反之来讲，你非常非常的努力，一定成功吗？”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要分享的。那我要分享的这一段人生经历如果我有选择是我人生很羞辱的一个阶段很不想去提它。但是为了那个见证神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章9到10节他也是这样的在做见证。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人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喜乐，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起来。”那为了这跟保罗一样见证主我来分享我到美国留学的这个阶段。那个我站在这个台上这个地点回想起来，在1985到87年，我87年是我出国留学的年岁。那这个地点每天的中心教会已经存在，他每个礼拜天的2点早2个小时，我们有英语团契。当时的牧师请了有一个外国传教士每天下午都在这里我们一起唱诗，然后查圣经。那我为了准备出国就来这里参加英语传查经班，练习讲英文。我相信那个叶长老那时候也是跟我在团契里面，所以站在这里给我很大的回想，35年了。然后我出国的时候，跟我爸爸妈妈要求要出国，我妈妈他们没有拒绝，就为我准备金钱，那让我出去。但是我妈妈给我一个要求是：你到美国去念书父母都不与你同在，你最重要一定要去教会去聚会。信靠神神会帮助你。我是听了，那我妈妈说：“是不是你还没有去明年出国以前先受洗？”那因为我觉得妈妈很唠叨，一直叫我要受洗。我想受洗就受洗，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受洗之后我妈妈就不会念我，所以我就在那个86年的那个圣诞夜我就接受受洗。但是我的动机是这样的想法。那你知道，如果这个神是真的神，他不会这样放过我。那我就那个考托福、考 GRE， 申请到美国念那个电脑科学嘛，电脑系。那我申请到2间学校，一间是新墨西哥州立大学，那个校园非常的大。那另外一间就是后来毕业的新泽西理工学院，那校园地方不好，那个是在纽泽西纽瓦克那个城市。那你如果去查美国历史纽瓦克这个城市是黑人那个金恩领袖被暗杀的时候，美国发生暴动。
然后那里的白人都迁走那个城市，变成黑人区，治安非常不好。所以两间选择，依人来看你不会去选择要去纽泽西理工学院去念。我同样是这样，第一个学校就选择到新墨西哥州大学去念。那去那里念的时候，新墨西哥州很偏僻，但是它是阿布奎基 （Albuquerque） 那个城市靠近那个美国2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室，就是2战的时候美国发展原子弹那个洛桑，还有洛桑姆 Lab， 就是爱因斯坦他们在那里弄出原子弹的地方。科学家那个人非常的聪明。那我去那里新墨西哥州念书的时候，刚去，记得我妈妈的话，还去教会1-2个礼拜。那因为功课一忙，我就忘掉不再去礼拜了。那礼拜天并不是在那里玩，我为了应付那个功课有一门课是，因为我本身原来念的是管理工程要转电脑，他要求我去修一个作业系统。那作业系统不是像我们华人都有数据，很多数学方面我们特别会算，不会输美国人。但是那个是一个申论观念的一个问题。那我在那里上那门课的时候，第一学期去英文不太适应，然后考试的时候，全班我记得连一个黑人都没有，我是一个白皮肤面孔的人坐在里面，其他都白人在那里上课。那期中考的时候，他竟然给我考一个申论题是用美国的文化背景来出的题目。他出的是New York Giants， 就美式足球纽约队的那个巨人队。我根本不懂什么是 New York Giants， 所以题目都看不懂。我记得那次考试只考了37分。那我想说，哇，考糟了，期中考考糟了，是不是再努力，期末考就能补过？结果期末考礼拜天也不去教会，一直念书，也没办法适应。结果我一生当中没有说念书念到被当掉。我第一学期就那门课拿到 F。当我拿到 F， 我整个晴天霹雳，都不敢跟我爸爸妈妈讲。那还好是我当初申请到2间学校，有人跟我讲说，你第2间学校不急着给他拒绝掉，你可以写一封信跟他说我要某些原因，我延后半年再报到。我真的是这样做，没想到真的用上了。那因为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念得不顺利一科被当掉，我就想很惆怅的就订个机票，那联络那里还好有一些很爱主的那个基督徒，他们在 NJIT 那个理工学院成立了查经班。他找到如果有台湾学生申请到这学校，很早就寄一个联络地址给你，有什么需要接机找房子帮忙的可以联络他们。我就借着那个讯息联络他们，自己买机票从美国西南部新墨西哥州就搭到那个纽泽西转学到那里念。这是我人生很挫折的一个部分。然后一个人在外就觉得回来无脸见那个江东父老。但是到那个纽泽西的时候，那里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他就帮忙我找房子，都安顿好之后，他们礼拜5都有那个查经的聚会，然后就是查经班嘛。美国很多华人教会都是当初去那里留学的基督徒他们很爱主，由查经班开始，然后渐渐找学生加参与，然后传福音，成立教会。他们也是那种模式。那有那个爱主的弟兄，每天每个礼拜5就带我去参加查经，礼拜天还到那里的华人聚会聚完会，然后又送我回家。
那我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不晓得怎样我听的那个圣经话语唱诗我会流眼泪。那其中我念到有一段那个彼得的经历是很感动。他说，就记载在路加福音5章4到11节，那里讲到说，彼得有一次在那个加利利海格尼撒勒的地方，耶稣借由他的船讲道，然后叫彼得捕鱼，说你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去远一点，去捕。彼得埋怨说：“夫子啊，我整夜劳力都没有捕到什么，但是因你叫我，他就照着做。结果捕了2条的船，非常的满。他就因为这样就像跪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救罪人。我当初的感受是这样，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在 NJIT 的念书，我不要再像那个新墨西哥州念书一样，不管礼拜6有课或是礼拜1有考试什么，我绝对不要缺席一次的聚会。结果你知道那个神给我怎样的鼓励？我转到那里的第1学期因为我都不缺席去聚会他给我期中考，我修一门那个资料库就 database 的课，期中考他经常让我全班考100分。那你第1学期3科全拿到 A， 然后毕业之后，你知道我们华人在那里没有经验，要找第一个工作不容易。那我是怎样？那个教会看我都去聚会，都没有缺席，就知道说黄德啊，你毕业要找工作，我替你祷告。然后我就想说半信半疑，就2个月我12月毕业，就告诉自己说找不到也没关系，我单身在美国，待不待无所谓。我找到3月没找到，我就回台湾。但是没想到那个教会华人教会有一个弟兄就已经，他电脑工程非常厉害，他是淡江大学资讯系毕业，然后在一个小公司已经当个经理。然后他跟我讲说：“黄德啊，你把履历表给我，我跟我老板讲，他是一个德国裔的美国人，然后跟我谈了1小时多他愿意给我那个工作。”我高兴的就回来的时候，回到家里住的地方，教会弟兄就打电话来跟我讲说：“黄德啊，我们替你祷告2个月，有没有消息呀？”哇，怎么时间这么凑巧？我说感谢主，刚刚才去面谈拿到一个工作，那因为那个工作可以使我在美国待下来，所以根据这个经历如果我在新墨西哥州靠我自己顺利拿下学位我不会信耶稣，我会认为一切都是我的。经过这个经历之后，我知道有神，因为如果只靠你自己所临到众人的那个当时的机会不临到你你完全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的。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这是我人生的一个经历，希望给大家做个参考。谢谢。那个德文兄他的见证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也来参加那个谢业道牧师他的查经班呐。那我们知道，其实最重要一个背后就是德文他的爸爸妈妈一直在为他祷告。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即使他到现在90几岁啊，他还是一样。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先读新眼光，祷告，读经，然后再吃早餐。
所以我想说，一个人的信仰到90几岁都这样坚持的时候，其实那个后面神的祝福是无限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人有很多的难处了，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再来我们看这个刚刚读了那个路加福音5章17到26节，讲到说因你得福嘛哈。那我们看这个因你得福的时候，刚刚德文兄也讲过，因为35年前薛道牧师他们带查经班以后，他就得到这个英文的训练到美国去，然后现在他退休了回来以后，他在我们教会开2个班了，一个是教那个程式语言 Java， 一个就是那个幸福小组，因为他在那边有参加过幸福小组的训练，所以他回来带我们怎么样做幸福小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是因为别人前面让他得到这个福气以后，他把这个福气要传给我们，都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神的喜悦的时候。我们看在创世纪的时候，当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讲说你要离开本地了，然后呢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的时候，他说要叫他成为大国，他会赐福给他。还有重要，他要叫别人因你得福了，别人因为亚伯拉罕得福。那我们知道3000多年来，透过以色列人、透过犹太人的时候，很多国家得到非常大的福气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可以见证的。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这是地面上的福气了。我们因他得福是地面上的福气，所以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多的地方，那个国家那个地方大概都经济方面都非常发达所以现在美国一样，以前的那个维也纳一样，柏林也一样，都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都是因为神的祝福，他的约永在到现在。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重点，就是在他离开本地，神跟他讲离开本地，一开始离开乌尔到哈兰。我们知道乌尔相当于现在的纽约了，大概像这样，全世界最繁华的都市。然后到那个哈兰就比较差一点，再到迦南地的时候，大概相当于到非洲去了。结果亚伯拉罕他按照神的指示去了，所以他重要就是顺服神的指示。那保罗讲说我们要脱去旧的我。我们是在基督里脱掉了以后就离开了，然后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这样的时候一定是蒙福了。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是蒙地上的福，所以我们你要蒙地上的福的时候，我们就读旧约；但是你要读天上的这属灵的这一些福气的时候，你就要新约，你就要靠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看一下。先蒙福，然后别人才会因你得福。你自己没有蒙福的时候，没有体会到的时候，怎么会别人因你得福呢？所以我们知道德文兄他蒙福了以后，他知道把这个福气呢带给我们教会，所以我们因他得福。还有一些未信的人也一样，因他来得福。所以他在教的时候，大部分都不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了，都是其他的弟兄姐妹来。我们知道透过这样的话，因他得福。我们这一个地方看到这个图像是约瑟，所以约瑟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就是说从前你们的意思就要害我了，因为他的哥哥把他卖了以后，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为什么？为了要拯救我们整个家族的性命啊！所以我们知道约瑟他都没有抱怨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起来大部分的先知大部分的那一些在圣经上记载的人，大概都会抱怨都会抱怨。只有约瑟从来不抱怨，即使被下在监狱里面，被关了那么多年，他还是没有抱怨，他还是一样顺服神。所以他先蒙福了以后，整个埃及地因他来得福，整个犹太地也因他来得福。所以希伯来书讲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这个是希伯来书特别跟我们讲的。我们已经得到蒙这个福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再来因你得福，我们刚读了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摊子躺在那边，因为听到耶稣基督要来，所以他的朋友把他抬过来。我们不知道那个用那个
担架用那个褥子担架抬过来的时候是几个人？也许4个人有很多人讲说应该是4个人，4个角落这样抬抬过来的时候，因为那个人多嘛，不能接近，所以他从挖了一个屋顶把它放下来。那我们知道在以色列那个地方以前应该都是用茅草啦，所以很容易挖，就挖了一个洞。但是那4个朋友一定要非常有信心。他如果没有信心的时候，假如我们现在有人说要抬这个摊子去的时候，一定旁边有人会这样讲：那个有用吗？那个有用吗？但是那4个摊子圣经没有写，他就抬过来，然后就挖了洞，就垂下来，再放在耶稣的面前。耶稣怎么讲？耶稣说：“你的信看着他们信，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假如说你是那个摊子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我是要得到医治了，我不是要罪得赦了。但是他没有了，他就躺在那边了。但是其他人，法利赛人跟那些经学文士那边怎么讲？他们讲说，这个赦罪权柄是在神是在我们父神这个人怎么说了全忘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文士跟那个法利赛人，他不会同情这个躺在那一边那个人，他不会同情。但是那4个朋友呢？因为这四个朋友他得到福了。这四个朋友抬来的时候，就放在耶稣面前。耶稣看他们看那文士跟法利赛人，知道说他们心里所想的，所以就特别跟他讲说：讲赦罪这一句话，跟让他站起来，哪一个比较容易？讲赦罪当然比较容易了，讲了以后也不知道罪有没有赦。但是要叫他站起来的时候，那个人瘫在那边要站起来实在不容易了。所以耶稣说：“你站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所以那个人就拿着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于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个赦免那个摊子的时候，他从瓦间这样垂下来，然后因信罪得到赦免，还有病得到医治，还有他就拿着褥子回家，归荣耀于神。我们相信那个人一回到家的时候，他都不要讲什么，他都不需要讲。因为神让他蒙福了以后，他不需要讲什么了，他一定会讲。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死了一个在那边求乞的这样一个人那个人让他可以站起来走的时候，圣经怎么讲？说那个人走着跳着赞美神行走我都上帝。所以这个人我相信也一样这样赞美神。而且他回到他的家以后，他回家去以后，他的父母看到他，一定也会归荣耀于神，而且会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是因为这个人蒙福了以后，他带回到他的家的话，整个家乡，整个他们那个乡镇，一定都同时蒙福了，因为都相信耶稣基督。再来，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了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说他因为神给他的恩赐以后，他要叫人可以不花钱来得到福音不花钱得到福音的时候，而且要叫别人因为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这个我用的这个图这个是张拓武。张拓武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作家，他在有一本书写着，就是你为什么信耶稣了？第一次的接触那一本书里面，张拓武就讲张拓武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大概我读大学的时候很喜欢看他的书，所以他的书我几乎都有买他的书就是很有名的第一本书就是代马书主了，就是代替马来拖那些军队用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马嘛，也没有什么，就是用人在拖这一个人他说他为什么会信主，因为他遇见了神的使者，一位慈祥有爱心的老太太。他怎么讲？他说民国62年的时候他中风了中风就一边不能动嘛，一边不能动，说躺在那个病房里面10天，他都失去了知觉。10天以后，他稍微会动，眼睛会动，会动了以后，那当然有朋友来看他的时候，都是会买东西来了。会买东西来的时候，他说他根本就不能动他自己一个人嘛，所以他就躺在那边一直看着人家来看他。以前那个时候大概都买苹果了，买一颗苹果来看他。他说一直看那个苹果。隔壁有一床也是一个人，也是中风，他才荣总了，也是中风。这个
另外那一床中风的比他年纪还大啊，但是他太太来看他，年纪都蛮大的了，年纪都蛮大的。看他的时候，说看到张透武这样一直眼睛看那个苹果，那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想吃啊？”他说：“对了，问题他不能动了。”他说：“半边不能动嘛，一边是被人家绑着了，可能在治疗，怕他会把那个管子拔下来怎么样就绑着。”他说他根本不能动，但是他说他很喜欢吃，对，他就点头了，点头。他是不能讲话，因为讲话就会大舌头这样讲话不清楚了，没办法。所以他那个老太太就削苹果给他吃，后来就照顾他了，就照顾他，就是说人家买橘子来探望这个老先生的时候啊，这个他太太就剥橘子，他就2个床嘛，他就坐在中间呢，就一个人一半呢，就这样这样一片一片这样剥给他们吃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耶稣的故事，给他福音传单。他很喜欢写书嘛，所以很喜欢看那个福音传单。看了以后，这个老太太知道他很喜欢看书啊，他就跟他讲说，你很喜欢看我家里还有一本圣经，我拿来给你看下一次我拿来。说这一次因为匆匆忙忙来不及那个圣经又蛮大一本所以没有带来，下一次带来。他说当礼拜天来的时候，他是没有带圣经的。他来是怎么样呢？来了以后，我说直接叫2个年轻人把他的把它放到担架上面，轮椅上面去，把它推到那个种在那边做礼拜了，所以有人在见证了。结果他说要读圣经，结果变成被推到那边去。在那边去的时候，他看到有2个人，就是癌症末期在那边做见证。其中一个呢，就是喉咽癌。喉咽癌你知道，喉咽癌他根本没办法讲话，所以要带一个那个扬声器在那边嘛，挂在这里。然后讲出来，其实说讲出来他听不懂了，因为那个声音非常沙哑。但是张透武怎么讲呢？张透武说他看到这一个人癌症末期竟然生命力这么强为什么？因为他信耶稣什么都不怕，还在那边做见证。所以他听了以后，他就非常感觉说我怎么会这样？我才只有一边不能动，怎么对人生都失去了盼望？所以他就当场就掉眼泪后来回来又推回来的时候，那个老姐妹就问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他就点头说要信耶稣要信耶稣，马上就推去受洗，我就帮他受洗了。所以张透武说，从那以后他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有耶稣基督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了。一个人看起来没有盼望但是透过这一个老姐妹的时候，他就带来非常大的盼望。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张伯利牧师了。张伯利牧师我们知道，我们讲说耶稣讲说你们出去的时候要随走随传嘛，因为天国近了你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但是张伯利牧师我们知道旁边那个是张健，那个是谁呢？张伯利就是6·4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副总指挥，另外还有一个柴岭，我们知道后来都信了耶稣嘛。这个张伯利他是副总指挥了，当时的时候发生这个天安门事件，他都在场嘛，后来就逃走了。逃走了以后，说里面有21个人嘛，21个人到处都在抓，就是大陆那一边都电视都一直在播嘛，要抓这几个人。结果他跑到哪里？跑到东北去了，跑到黑龙江那边去，他就改名字嘛。改名字以后，他就到一个人家农村的一个家里面去，说他可以帮忙因为他那个时候还年轻嘛，可以帮忙。他就真的在那边帮忙了。几天以后张伯利就问他了，说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谁那个老姐妹说知道，我知道，你叫张伯谦说他不识字嘛，所以那个字不会念不太懂字所以你叫张伯谦，他不是，还是张伯利他说你知道，因为他改名叫张老四排行老四这样，张老四结果他说你知道你藏了我以后会怎么样吗？他说我知道会抓去关你不怕？不怕，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爱神先爱我们他说神的爱先爱我们，所以他不怕，就把他藏在那边，藏了将近1年，在家里种田，在那边工作。有一天他就跟他讲说，我不能在这里了，
因为我在这里的时候，万一被抓到就会害了你啊。他说他要离开，离开到哪里？黑龙江我们知道隔壁就是俄罗斯嘛，他要跑到俄罗斯去，那就选在哪一天呢？选在圣诞节那一天呢？圣诞节那一天他就跑过去，当时零下20几度了，所以那个老姐妹就为他祷告，以后他就出发了。出发你知道过了那个黑龙，那个是结冰了，所以可以过去没有错了都是半夜嘛，因为两边都有岗哨半夜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就躲在一个草堆里面，在那个草堆里面的时候，后来就昏倒了，因为那个零下20几度没办法，人没办法在外面太久了，所以他就昏倒。昏倒以后刚好有人农民看到，就叫那个警察来警察他说神的作为非常奇妙了，一下子就找到他了，就他躲在那草堆里面，他一定藏起来怕人家看到嘛，结果就找到他，把他抓去了以后，他说用针刺他了。他以为说怎么都有这么残忍后来才知道说不这样刺的时候，那个整个人会那个器官会坏死掉，手会烂掉了，冻伤这样。后来就活了以后，那个俄罗斯那一边的军队那些军人就跟他讲，我们要把你送回中国去了。他一听完蛋了，怎么送回中国后来那个军官跟他讲我们不愿意得罪他，但是我们也不愿意你再被抓去关了，所以我们把你送到中间的时候，你就自己跑，所以他就送到中间了。这个中间那个江的中间，他叫他自己跑，他就跑到那个森林里面去躲起来，躲了2年。躲了2年以后，后来他又偷跑，从香港跑到美国去后来去读神学院，读哪里？读台府神学院就是我们台湾那个台府，现在改成正道神学院，然后就当牧师他特别讲，他说这个是完全是神的恩典。那我要讲这个是什么？这个姐妹这个姐妹才是一个重点。这一个人为什么敢这样藏他？因为神的爱，神的爱。所以他猛虎了，这个姐妹猛虎了以后，这个张伯利也猛虎了。这个张伯利的猛虎影响多大？影响非常大，因为他是64天安门非常有名的人。后来柴玲也受洗的时候。他就跟柴玲讲，就是他们就到处去传福音了。旁边那个张健年纪比较轻，他本身他父亲是军人，所以他后来也跑到，他是那个时候那个64天安门，他好像纠察队的队长。所以后来他也到巴黎去，在巴黎那一边读神学院以后，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是什么？这是神的作为。像刚刚德恩讲的，那个机会一到的时候，神的作为在你的身上，你猛虎了以后，这样呢，别人也会因你来猛虎。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爱里是没有惧怕的，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地方爱里没有惧怕不是被爱的人没有惧怕。被爱的人是没有惧怕，没有错。爱人的人也要没有惧怕。所以那个老姐妹没有惧怕，要是她惧怕，她就不会去藏张伯利。所以爱里没有惧怕，那一句话两面都有了，被爱的跟爱人都有。所以爱里惧怕就含着刑罚嘛。所以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我们猛虎了以后，然后呢？要别人因我们也猛虎，这个才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说那个最大的诫命就是爱嘛，彼此相爱。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特别一直在强调这个彼此相爱。因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再来，我们讲到那个祷告的功用我们教会在我乡下的教会有一个老的牧师欧阳牧师。这个牧师呢，他到快退休的前几年才被按牧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沟沟那个教会很穷所以没办法。但是这个牧师退休了以后，我父亲去探望他的时候，他住在民雄嘛，他女儿家，就问他牧师：“你退休以后你都怎么样？”他就没有他说没有他一生他在我们教会有30几年了，
所以他说我一生有好像2个教会嘛，我就把那个名册拿来啊，早上为一个教会祷告，下午为一个教会祷告，他就这样啊，所以拖住了这个教会啊，拖住了。但是啊，我父亲去看他的时候回来这样讲，我是非常非常感动了。一个年纪这么大的牧师啊，那个时候他已经70、80岁了啊，70、80退休以后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用祷告来拖住了啊。所以我们听那个德恩他爸爸，就是我们平常叫他阿公啊、阿嬷，他这样为了他的儿女这样祷告，为了整个教会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实在非常感动。另外一件事，我把它提出来讲。就是我们教会说要购堂的时候，购堂那个时候还没有去讲啊，就是登出来而已了。啊，德文他爸爸哦，他其实上重听了，在讲到，也许我在想他听不太清楚，但是呢，他看到那个周报，马上拿来奉献，他说为了要建堂要奉献。哦，所以那个谢长老看到以后，他也非常感动。哦，我们教会很多人看到的时候都非常感动。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爱主的人，爱主的人，他在各方面的时候都一样，都为我们。所以为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着你们爱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大能大力圈住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蒙福了以后，别人也因我们得福。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回应的诗歌。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祝福你的心灵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愿你分享他的爱，在那漫漫的黑夜见烛光。主的爱如流水匆匆，愿你分享他的爱，他的爱换他爱永藏在。主的爱如流，主的爱如流水匆匆，愿你分享他的爱，他的爱换他爱永藏在。我们持续站立，那一同来奉献，来唱奉献的诗歌。大家请坐。我们一同翻开周报来看报告的事项。那我们一同先来念今天的金句2次，在周报的内页有：我传福音，
不好意思，因为那个简报没有改到，那我们看手中的周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我们再一次，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那下周有服事的，大家可以预备心。那我们来看周报内页的事项。首先就是今天是客家宣教中会开拓关怀主日，那我们有邀请到台语的时候会有赖牧师来讲道，这样。然后周报当中有夹着那个奉献的奉献袋，然后大家可以为他们祷告，也为他们奉献。然后在2月1号农历春节的时候，我们会有新春的礼拜，那时间要特别注意是在早上的9点半开始。然后第3点，马街的宣教150周年联合礼拜会在3月6号举行，然后是下午，地点在台北的和平篮球馆，大家可以为他们代祷，也可以参加。然后接下来我们一同起立，来为着我们的事项来公祷，然后可以特别为着疫情的来祷告，也可以为着过年的时候回家的弟兄姐妹没有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我们知道因着你，我们可以得到满满的福分，我们可以得到满满的恩典跟智慧。我们愿将我们所有会众的祷告摆上，主求你垂听，也保守每一位没有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我们的祷告献上，是奉主的名，阿们。接着我们一同来唱颂荣的诗歌，新圣诗392首。那颂荣完，请赖牧师为我们祝祷。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同在，圣灵的感动，同恩典共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请坐，那我们默祷闭会。